林保署推测讲，全台湾的石虎敢若剩300到600只。最近林保署分析台中和平区一带红外线的翕摄像机发现讲去年11月有翕到2只石虎，是从翕相机6档来头一届翕到石虎，阁有翕到其他17种的野生动物。林保署认为这是大甲溪附近的保育有真好的成果。石虎的活动范围多数伫前山地区。今年3月伫分林有记录到31条石虎出现伫哪来甲高坑的行踪。最近林保署伫分析台中和平区苏科巴社区的红外线翕相机成功的时，发现去年11月有翕到2只石虎的行踪。这是自从采翕相机6年来头一届翕到的影像。林保署指出，这届石虎出现伫大甲溪水头的苏科巴社区，有可能是族群扩散。推论虽然。大甲溪现在这个斯科巴不是在就是以往有记录过，但是它看起来是扩散出来，所以表示说，石虎其实它一直在收，它会到处走嘛，那它在扩散的时候，它也会找寻适合的，所以这里未来也是一个潜在的它可以建立族群的地方。这样，石虎是一级保育类动物，主要分布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台湾石虎保育协会表示，大甲溪水头海拔1050公尺的苏科巴社区，那连接大甲溪水尾栖地的当时，新社含国幽林班地等等的浅山栖地生态网，嘛是串联苗栗南投2大石虎栖地的重要区域。协会嘛指出，台中平地开发程度悬，浅山区阁有布产建规制等等，石虎若栖地较破碎，也会农药含龙洞鸟狗等等的威胁，呼吁林保署含地方政府的重视。譬如讲，对农民就较补助，还是鼓励，啊，农民会当讲莫去用药啊。猫啊、甲狗啊的部分，其实民众的迄个观念其实介重要。恁若阵住的所在，就是伫咧深山的所在，出去都溪都是有山，啊，你的狗啊、甲猫啊放出去，伊去山内做啥物代志，你也毋知影。林保署指出，这届影像也发现漳水麻含台湾叶片蜜宝等等17种野生动物，这嘛显示社区部落含农友协助推动友善石虎栖地保育工作已经有初步的成果。记者卢昌珠、郑俊尧台北报道。